如果下世有得揀，你想做男人定係女人？大部分嘅女人都答我下世死都唔做女人啊！因為女人呢，唔單止係身體攰啊，最攞命嘅係連個心都好攰啊！尤其係見到身邊嗰個男人幫唔到手，乜都要自己一個人死頂嗰陣，嗰種孤單同埋委屈真係會令到人崩潰。但係原來男人都有好多話下世俾佢有得揀嘅話，都唔想做翻男人啊！因為做男人呢，就要將成頭家嘅擔子孭晒上身，明明壓力大到唞唔到氣，翻到屋企開門嗰一刻，仲要夾硬呢擠起個笑容，扮到冇嘢咁，外表呢就睇落好堅強，其實個內心都不知幾無力啊！想呻下呢，又冇人聽。好多時兩公婆嗌交，就係因為只係睇到自己有幾委屈，就睇唔到呢對方喺背後死頂緊啲乜嘢。其實做男做女都有講唔出嘅苦，與其諗下世，不如了解多啲另一半嘅想法同埋付出啦。因為男女思維真係有好大嘅分別，想跳出自己個視角，明白多啲對方，我有一份男女思維解碼清單免費送出嚟，等你哋呢可以跳出自己個視角，明白多啲對方真正需要嘅嘢，留言解碼，我私信發俾你。